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2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增加34748本土，96人死亡。中加病院预告未来1个月单日平均的确诊数剩2万例。入境检疫缩短做3加4，昨休热的头一日有6395人为桃园机场出国，比入境的人数更较多。民生物资继续起价，美食卖场的卫生纸最近2个月以来一罐就起54块。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疫情。今仔日新增加34748本土病例，有96人死亡。中加病院甲咱台湾逐天新增加的确诊数，甲纽西兰的比对，发现疫情发展的趋势真相像。那照纽西兰的经验，咱台湾数落来未来1个月，单日平均的确诊数会伫2万例迄卡斗。另外，6个月大到5岁囡仔Moderna疫苗，后礼拜45万剂会送到台湾，上近7月中会开始注射。今天 COVID-19 新增34748例本土病例，那境外一路有79例，另外死亡个案有96例。7月初2本土病例甲死亡个案拢比前一天减少，各县市病例数拢无到5000例，中东真个案新增加343例。另外，今年到即阵已经超过6000人死亡，死亡率是16%。中基病院比对咱国家纽西兰的每天新增加确诊数，两者曲线同款。来依照纽国经验，台湾这边迈入闭环期，未来1个月平均一天的确诊数有价是在2万例。每个国家事实上都有它不同的一个走向，那是不是会有平原期？那当然也是另外一项的推测，那当然都有可能，那这个就是大家拭目以待啊。纽西兰的状况来讲，这个平原期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大概停滞了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再逐步缓慢下降。另外，45万剂有利的莫德纳疫苗，指挥中心正式预计下礼拜6到台湾，上近7月中下旬开始做。不过，指挥中心昨公布防疫成绩单，依照经济学人的统计，台湾疫情期间超额死亡是负2000人，世界排名第2低，敢若排伫纽西兰后壁。不过，专家认为讲互相比较意义不大。此时此刻，台湾的疫情还没有到最后，所以不太适合自己去讲这个成绩。每个国家的计算基准点不太相同，那经济学人所采取的这个资料库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数字还有待精算。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喜强调，无任何一个国家经过Omicron也会使是负超额。虽然Omicron造成的病例以轻症为主，不过严格防疫做法相关的，包括着这个医疗量能造成间接的死亡，这波疫情也未行完，不是一个会使落结论的时机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普悠甲爱丽风台虽然未直接加对台湾来，不过加气压互台湾水气变高，气象局下晡针对19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苗栗21线有土石放落来去撼着过路的车，司机头壳受伤。那海边的风影嘛真大，鹅銮鼻甲小琉球拢出现2米到3米悬的大影。石头一直对山顶连落来，这是苗栗南庄乡苗21线3.8公里东河部落路段。最近当地拢落大水雨，拜6下晡1点左右，敢若土石松动，造成大路边仔的山壁崩落来。开车经过60岁查甫人，互大石头撞到车，头壳有1公分的空碎，赶紧互送病院。这开车人无性命危险，不过路已经断去啊。2个风台培养爱丽连续形成，气象局表示2个风台未直接影响台湾，不过加亚带予伫全台湾水汽增加，天气无稳定。桃园伫透早7点左右落大雨，台61线北上平民道路甲中孝路口积水，也有一台经过车故障。有积水情形，并有一辆自小客车抛锚受困。警方到现场管制交通，积水在10点了后慢慢提起，天气无稳定的状况也反映伫海上。大影一直拍到码头，气象局提醒民众，中南部甲东半部较有长影。拜6早起10点左右，果然皮甲小琉球一度测到2公尺到3公尺悬的影。不过这礼拜是休热头一个拜6，真侪民众早就计划好要去小琉球佚佗，行伫码头是真小心。风浪会不会害怕？有一点点。坐船会不会晕？有喝晕船药。不会，台风应该还好啦哈。因为港内的话，现在是涨潮，所以才
才会浪比较大。那港外的话，其实是还好。船公司表示，虽然有落雨，不过也伫出航的安全范围内，也因应休热出佚佗的人较济，无排除会加开班次。不过，垦丁南湾已经先采红旗啊，禁止游客落水，并将进行伫山补生水。水上活动业者也真无奈，不过为着安全，也是要到天气稳定才阁做生理。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冲击，佮有基准利率提悬的影响，今年6月6都房市买卖拢总干那21000多栋，比去年同期减买15%。有中人业者表示，论斤来讲，为4月开始，个交易量都一直咧求水，未少同行的已经几2个月无业绩啊，而且因为基准利率提悬，下半年起草恐惊会如败。这间屋主目前是边卖边租。为伫北市林森北路这间2房1厅1卫，装潢更搁整地，宽敞30平，10年的中古厝，总价花卖2700万。因为最近房市动起来，物件已经卖半年外，也未成交，厝主选择暂时租出去较晚卖。未少房仲还惨，今年房市受疫情起利息相当打击，业绩是跌到大底。现在的话就是大概成交一间就算还不错了，甚至没有成交都有可能。看卖下第一线房仲业绩起落，就会通看出今年房市已经开始行弱。大都公布6月买卖移转栋数，台北市2452栋，比去年同期衰退超过17%。新北市退3.8%，桃市、台中市是退1成以上，南部衰退幅度上大，尤其是台南市衰退幅度超过3成，高雄市也退2成。6都6月买卖移转栋数合计有21304栋，年减幅55%，今年上半年是衰退2.2%。现在利息要升息了，因为很乱嘛，所以大家我觉得就是在观望一些。房产专家指出，政府打炒房政策还未利空出尽，加上起利息无确定因素，恐惊还继续影响房市。央行的升息脚步如果越来越急的话，可能在下半年会出现明显的一个价格的修正。在今年的一个整体的交易量大概会比去年少5到8%。虽然目前多数买的人家己大的需求较济，也毋过因为目前房价犹原伫高峰，加上后半年可能继续起利息，买厝压力大，多数买卖的人选择先观望。有个7月移转栋数，甚至后半年恐惊拢未伤乐观。记者综合报道。7月电钱起价，不少物资嘛堆得起。美食卖场卫生纸最近2个月以来，一罐已经起54块啊。不过有较市场的消费者讲，搁较贵嘛是爱买。啊那片乌马经有3间制冰厂也宣布做伙起价，渔民出海要用的冰为1支150起到200块。业者强调讲是配合成本才会调整价销。拜六下晡的美食大卖场，人客真多，采会员制卖场最近2个月2摆起卫生纸的介绍，5月初已经起1摆啊。卖场初说明，原料成本加进口的运费拢无够成本，才决定搁再来起价。最近2个月来已经起54块啊。品牌忠诚度真悬的消费者讲，因为爱用，安怎贵嘛是着爱用爱买。涨那么多？对啊。我用习惯了，有时候每次来都会买一包。所以你是没有看价格？哦，不看价格，是用这习惯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所以只好涨价也给他买下去。对啊，也是忍痛要这么买啊。不过，国内卫生纸市占率悬的永丰社表示，即阵是无起价计划，也阁有要起价要平的冰。马经3间制冰厂宣布，一支冰对150块起到200块，也不过协会为外经营的制冰厂后来修正为180块。啊，对人有影响无啊？这只渔船1摆用60、70支冰，要加付均2000块。都还搁啊排套啊吗？当然啊，肥少啊，物件就起啊，油啊起啊。不过，做冰业者也爱员表示，这回电会员工的支出悬，一支冰爱48点钟才做会好，而且台湾本土一支冰早就200-300块啊，因起价真正只是伫咧反映这个成本利益。恁要生存，我也嘛要生存，大家拢和平相处啊。大家会当生活啦，讲这种事实，唔是讲原爱同起，真正生存袂落啊。业者强调，10多年拢捌起价，即阵工人歹找，若是阁无起价，实在无法度阁动落去。不过渔民也怨叹讲，啥物物件拢起，即阵出海一抓了2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入境检疫缩短做3+4，昨是休纸的头一日，都有6395人为桃园机场出国，比入境的人数阁较济。疫情等候，民众愈来愈想要出国佚佗。
旅游业者也希望政府甲一礼拜25000人会当入境限制佮绑定，台湾人嘛应该爱了解。另外，国内旅游补助7月15就要起稿啊，观光局预告有8-9千间饭店业者会加入，上紧测试就会公布名单。自大家国内外热气球慢慢飞起来，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初次伫台东陆野高台开幕，现场有差不多5000人。即马向说，新一波国旅进行补助会伫7月15上路，国内旅行团每团上悬应补助3万，全台19间主题乐园也门票3折优惠的补助。另外，住宿补助部分，每人每案每房上悬补助1300。出示您的这个小黄卡或者是相关的证明，打满3剂那就可以加码折抵500块。我们在7月4号就开始让民众来查询，已经报名也经过审核通过的业者，大概有8-9千家的旅宿业者参与。以疫情期间的成长的话呢，目前至少的预估至少3到5成以上。向说不只是国旅旺，即马疫情指挥中心减低入境检疫天数3+4了后。民众出国意愿也大大提悬。以为是很冷清，没想到那个我们在日航柜台的前面啊，整个都是人满为患。行程已经排好了，去美国。根据桃机出入境统计，向山地港7月7日出境人数6395人，比入境5077人更较多，是以前检疫天数7+7人数的3倍。呼吁放零入境每礼拜25000人的限制。韩国、泰国、新加坡这些我们邻近的国家的旅客呢，也是人数非常多。欧美的一些旅游需求自由行的一些行程，希望说应该把国人这一块剔除。旅游业者表示，疫情进前平均一天7到8万人出入境，即马疫情转好，乐观有果，伫可能8月底9月初就会放零3+4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有众议员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呼吁美国甲台湾的军方应该爱加强战术情报分享，才会当应对中国威胁。另外，美国的前国安顾问也认为讲，美国对台湾战略无公平的政策早就过时啊，佮讲应该爱甲台湾加入区域安全对话。We do that in any way gives credibility to Taiwan. They're going to take offense to it. 美国众议员夏普长期支持台湾，当日接受日经新闻访问。根据日本媒体报道，伊阁较表示，台美军方应该加强战术情报共享，才会当更较好应对中共武力反台威胁。双方在这种战略层级的对话跟情报交换已经行之有年，所以我想夏普先生他强调的应该是用 real time， 也就是即时的，反正比较接近是战术等级，也就是双方的战场管理系统。虽然夏普无透露更较侪细节，也毋过学者分析，伊指的应该是中共军机军舰的行动为主，也佫有中国沿岸部队、重要军事单位移动等资讯。透过及时军情交换，对采取联合行动有帮助，发挥防卫效果。毋但夏普友台，美国前国安顾问普顿也认为，美国对台方向的战略无清楚政策早已经过时啊。I think strategic ambiguity has been outdated for a long time. But my point is, across the region, there's a lot going on, and Taiwan needs to be part of that. 除了对台政策爱改变，普顿也表示，在中国加强对台的武力威胁背景之下，印太地区安全对话，台湾是袂当欠的一部分。另外，纽西兰总理卡尔登初一甲英国首相强生会面的时阵，双方也观察台海局势。英国、纽西兰两国会后发布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再次表示支持南海自由航行甲自由飞越权。我强调台海安全稳定的重要性，鼓励两方透过对话和平解决争议。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咱中科院研发的军方飞弹已经提升到军方2型啊。因为性能接近极音速飞行炸弹，所以改名做擎天极音速飞行炸弹。上紧下半年要测试。啊，那陆军最近嘛出动各种战车伫落里巡查。新军70年的空军救护队嘛头一摆要射击训练。军方飞弹已经验查，已经会当攻到北京。
争议发生，强本环大前爱三司立法院长游锡堃顶个月讲，分封飞弹量产会当直攻北京，事后随改讲法，因为涉及相关机密，军方毋捌证实，也毋过传出，甲香山拢使用冲压严谨的分封飞弹，即马有重大突破。如果真的是所谓高空高速巡弋飞弹，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以目前来讲哈，全世界还没有拦截的方法。但另外一件事情呢，就要看它带的战斗部门，就是弹头的威慑力有多大。网友公布的这张相片，外界推测都是分封飞弹的运送车，因为传出中科院已经正界研发到分封类型加上单节式推进火箭，长度达到14公尺，体型是加大版的香山飞弹，射程有高达到2000公里。因为性能瓦近极音速巡弋飞弹已经改名做擎天极音速巡弋飞弹，预计上近后半年就会进行作战测评。那伫飞弹研发，最近陆军也出动分百架车等各项车辆，伫城市路面进行巡逻。主要在强化部队的实战训练，让所有的战斗部队都能够熟悉自己作战区内的道路环境，也能够熟悉未来作战的一个场景。甲以早只伫营区太平无同，各项战车展开机动战备征询。熟悉战游环境，为要强化战时能量，空军也传出已经伫6月底安排乌鹰直升机以通用机程进行空军救护队，相关70年来头一摆的射击训练。空军对此无评论，毕竟在海情势紧张，能够伫各项军事积极布局，提升防卫战力，防止强军侵袭。记者综合报道。年底要去选桃园市的新竹市长林志坚，伊获民进党提名了后，初二头一摆去桃园参加行程，甲郑文灿徛讲台。那民众党的参选人罗香玲签林志坚是浪港市长，林志坚是话讲要用政见来比输赢。另外，民进党也未决定要派啥人选台北市长，有风声讲是因为蔡总统搁咧等陈建仁顶头参选。支持者热情挺蒋万安，年底首都选战，蒋万安顶伫考试民进党有黄拍掌颠倒老实选票，是饲鸟鼠甲布袋。尤其绿营精神还未定，传出毋是林佳龙，但始终是党主席蔡英文也咧等一个人，就是前副总统陈建仁。民党在等谁？好，这是他们的盘算。但台北市民在等的是更好的台北。选民是人，不是票。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大家都不讲自己，也不讲这个城市需要什么，就一直在算那个蓝蓝绿的票。我觉得这样很没有意义。除了首都选战，年底转战桃园的新竹市长林志坚，初二到桃园来溪甲郑文灿合体，这也是林志坚得到提名了后头一届桃园的公开行程。也毋过民众党参选人罗香玲引用求真民调讲，我6成桃园市民认为林志坚应该做完任期，搁担任其他政治职位，搁呛林志坚是落跑市长。他当时口口声声要为新竹做好做满，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小英男孩在总统的征召之下，立刻用辞职的方式投入了桃园市市长的参选。许多政党的候选人就试图用各种的方式，要在我身上贴上各种的标签哦。我希望未来桃园的选战是一个君子之争。林志坚表示，互党定调就是肯定，无讲无爱的权力，初备实际进程会完成交接，袂互市政空档。另外，原本计划新竹市长卸任了后，要开计划也去美国，即马因为疫情甲参选有变化，希望外界唔通引导方向挖乌造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台湾文学基地伫2天前开始推广母语讲故事，拜6礼拜拢会邀请志工甲囡仔讲绘本故事，做伙学母语。不过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参加的活动的民众有较少。官方考虑甲教材录做影片，互民众继续学母语。台湾文学基地母语讲故事，邀请大人囡仔做伙来听志工妈妈讲母语绘本囡仔故，嘛透过故事内底的动物，消解台语的讲法。社会有2种讲法，一种是去处。一种是占位，我就想讲，当初是阮阿公伊咧讲的时是讲去处，所以我伫咧内底讲，我就讲直接讲去处啊，安尼咱会使互囡仔知影讲，咱顶一辈讲话是啥物的。
志刚妈妈讲，伊会特别拣本土作家，也是较活泼有音乐的绘本，互大家感觉趣味。台文基地嘛表示，因自2年前就有补给讲故事的活动，目前有台语、华语、客语，嘛想要开设关注民语，希望继续推广这项活动。未来甲附近的学校，例如中校国小，阮会当请阮的志工行入去学校内底，甲即种母语的传承甲学校来做结合。就露水的台语怎么说？露水。好厉害！来，带你拖下这个。不过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来参加活动的家庭明显减少。台湾文学基地嘛表示，即马有咧考虑用录影的方式，甲每一场母语讲故事收集正做教材，用各种媒介甲母语继续传落去。记者电合联合开郑派文台北采访报道。疫情期间出门旅游无方便，新竹有一间长照中心独家时代用水彩画出台北101大楼、垦丁海景、偏湖双星石河、阿里山火车等等台湾出名的景点，透过艺术创作，甲台湾走透透，消透心情。时代用画笔画出心目中的阿里山火车，阁有偏湖出名的石河。受到疫情影响，这间长照中心的时代已经要3年无法度出门旅游，消透心身。即马机构安排因透过画图，用无同款的方式，行一撮环台旅行。这幅画是我年轻小时候的深刻的印象，有坐过这种火车，特别意义就是老火车，越老越坚固耐用感觉。画比较好，自己有画得很好，就是很有成就感。中心希望透过艺术创作，呈现每一个时代的故事，嘛借着这个机会，参大家讲，只要有人老心未老的态度，生活同款精彩。一些画作都充满了我们长辈的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他们的生命故事啊，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多多的走入社区，用艺术创作来活跃老化。中心把时代所画的图当作大图挂在墙围，让大家欣赏，邀请大家做伙来感受时代的心情故事。记者狄君豪新竹报道。过去2年，为着要防疫，密加雕像的活动拢禁止外国的穆斯林参加。今年总算是对外开放了，不过人数是限制100万人。后一批到沙烏地阿拉伯聖城賣家的幾若千名回教徒，齊聚集在大清真寺，西正中的天房內祈禱，有一寡人手舉着雨傘，早一個真熱日頭。過去2年受到疫情影響，這場全世界回教徒上大規模的聚會被迫取消外籍人士參加，敢若溫存幾若千位沙國的公民也是民眾來參加。今年終於是對外來開放，不過人數限制在100萬人，規模是疫情爆發進前的1半左右。當局也限制上年齡在18到65歲，完全注射疫苗也是免疫，無得到這個慢性疾病的人才法度來參加。الحمد لله احنا نحمد ربي الحمد لله بعد غياب 2 من الحج ومناسك العمرة كنا مشتاقين إلى بيت الله الحرام وإلى اللقاء بإخواننا من كل المسلمين ومن كل العرب في هذا البلد الطيب. والسعودية إنها بلد مضياف وبلد طيب، نشكرها على الترحاب وعلى التسهيلات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لمساعدة كل الحجاج في بيت الله الحرام. 大清真寺雕像人客内底也有真侪安全人员，四周也安全监视器，出入卖家也有管制站伫管制人流，来确保袂有意外发生。过去雕像活动包有地面的插带事件、火灾甲暴动。沙国王朝穆罕默德沙尔曼的一项经济改革计划，会甲每年参加雕像甲副雕像的人数增加到3000万人，有加到2030年会创造500億里亚尔收益。国视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明仔载各地头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
大都地区25度到31度。伫宜兰大溪有少年人甲流行音乐加入去老歌内底来创作，也有人学念歌来甲时代交流。稍等的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带你来了解老歌的水。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静，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